大家好，歡迎收睇明報530。今日係11月3號嘅星期一。卡里聽日會喺國會提交佢嘅第一份預算案，而失驚無神，中國今日就宣布恢復加拿大作為中國旅行團嘅目的地，真係咁啱有咁巧啊！對於中國旅行團可以再嚟加拿大，旅遊業人士就認為今時唔同往日啦，好就一定好啲嘅，不過好幾多就好難講啦。因為而家淨係機票已經貴咗成倍，東岸旅遊點又唔多，好難知道會吸引到幾多中國遊客㗎啦。5個警察去捉一個女匪徒，出埋電擊槍打到對方趴地啦，但係竟然出現雞手鴨腳嘅場面，睇落你仲以為拍緊搞笑警匪片添。5個警員去捉一個女人，用埋電擊槍，女人被電擊槍射中瞓低，按道理就應該手到拿來，點知唔係，警員被自己部警車撞到，被捕個女人更加2度被警車硬過，捉賊捉到咁烏龍都算少見，所以警察話目前正積極審查事件經過。5個警員喺上個禮拜六下晝3點半接報紙喺 Jane Park Plaza 靠近 Tim Hortons 嘅停車場裏面，一個女人涉嫌用2把刀破壞汽車，包括吉穿3部警車嘅車胎。其中3個到場嘅警員手持電擊槍對準嗰個女人，更加大聲命令對方趴低，唔好喐。有警員向女人發射電擊槍，女人跌低，3個警員就即刻上前準備拘捕佢。呢個時候，第4個警員就揸住警車到場協助，但係唔知係咪心急得滯，警員似乎忘記拉手掣，又未熄車就落咗車，導致警車向前流，撞上個女人同埋3個同僚。3個警員見到咁嘅情況，即刻用手推住部警車，但係6手難擋4個轆，警車仍然撞上個女人。第4個警員即時翻去個警車上面，現場仲有人大叫褪車啊褪車啊！今次警員又撻 Q， 懷疑將踩油當剎車，令到汽車突然間衝前撞上同僚，而嗰個女人更加被捲入警車底。之後警員終於將車褪後，好彩個女人似乎冇受傷，不過其中一名警員就冇咁好彩，佢左腳受咗傷，見到佢拐下行到一邊，而且用手撳住個膝頭哥。開車警員就上前安慰。多倫多警方今日發表聲明指，事件之中冇人受到嚴重傷害。當時執法警員係想安全咁樣解除疑犯嘅武器，於是使用咗電擊槍。警方目前正積極審查事件經過，但係由於女人嘅傷勢未達到安省特別調查組介入嘅門檻，因此無需上報。至於涉事駕駛嘅警員會唔會面臨內部紀律處分，目前仲唔清楚。而涉案嘅23歲女人已經被控持武器危險行為以及4項損害財物嘅罪名。5個警員捉1個人都咁惹氣，唔怪之得多倫多警隊成日都話唔夠人用啦。Athlon 5關鍵金幫助解除類風濕、便秘、前列腺炎、退化性關節炎、甲狀腺炎。Power 16活力16解決睡眠問題，提高骨質密度、荷爾蒙、性功能。可免費速遞到中國急需患者。多倫多恒豐豐泰超市滿地可均有代售，查詢289-228-2888。私下出售自己嘅車俾人嘅車主要小心，因為加拿大大多數省份，包括安省、卑斯省，喺汽車過戶流程中都有一個好大嘅漏洞，令到賣家完成交易之後仍然會被追究責任。好似喺卑斯省蘭利市嘅 Nash，舊年春天，佢以$500現金賣咗部4驅車俾人，對方填咗過戶文件，自己帶咗車牌，俾咗錢，跟住就開咗架車走。幾個月之後，皇家騎警打電話俾佢，話架車被棄置喺佢哋大約35公里嘅街頭，冇保險冇車牌，但架車仍然登記喺佢名下。當佢話俾警員聽佢有文件證明佢架車已經賣咗俾第2個人嘅時候，警察最初都話俾佢聽咁就冇事，但冇幾耐拖車公司就寄信要求佢俾錢，因為買佢架車嘅人從來未完成過正式註冊，所以架車喺法律上邊仍然係屬於 Nash。Nash 話唔想俾錢，但係拖車公司就話你唔俾錢就會影響你嘅信用記錄。汽車保險律師就話呢一個情況可能係可以喺加拿大好多省份發生。因為只要買家唔去登記，賣家係永遠甩唔到身嘅。
雖然呢啲情況唔係經常有，不過一旦發生，賣車嘅人往往要請律師先可以搞翻掂晒啲嘢，費用好貴。因為而家大多數省份只係要求買家辦理過戶，賣車嘅人係無需在場，所以如果買家未完成手續，賣家就要繼續承擔告票啦、拖車費啦、保險責任啦，甚至當架車用於犯罪嘅時候，責任都要負喺呢件事上邊。即使 NAS 出示咗佢賣車嘅文件，不過 BC 省保險公司表示，佢仍然要負責俾翻拖車費，因為佢個買賣冇完成正式登記。沙省同埋紐芬蘭拉布拉多省就比較好啲，因為佢哋已經修補咗呢個漏洞，而方法好簡單，就係賣家必須要向省級車輛登記處提交售車通知，註明買家姓名，咁樣架車賣咗之後，就即刻會喺原本車主個名下移除責任，亦都會轉移。但係 BC 安省好多個省份都冇意修改佢哋而家嘅法例，點解就唔知啦。萬錦罕有鎮屋 Unity Towns 強勢登場，69萬9起，入主核心地段，近商場、近學校，生活超級方便。3房或者3房加廳只售69萬9起，買樓揾馮山，你嘅置業好靠山，即刻打647-806-8188。喺聯邦政府聽日提出新預算案嘅前夕，中國政府今日宣布同意恢復中國公民赴加拿大團隊遊嘅消息，令到卡尼呢一次喺韓國會見習近平之後，多少有啲具體成績可以交代。但旅遊業人士就認為好事係好事，但係會有幾大效果呢？仲要進一步觀察，因為今時唔同往日㗎啦。中國外交部宣布決定恢復旅行社經營中國公民赴加拿大嘅旅遊團。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喺例行記者招待會上面表示，綜合考慮中國遊客出境需求、當地旅遊環境等各方面嘅情況，中方決定恢復旅行社經營中國公民赴加拿大團隊遊業務。相信咁樣會進一步促進中國同加拿大嘅人員往來，增進兩國人民嘅相互了解同埋友誼。喺新冠疫情期間，因為境外旅遊嘅風險同埋疫情防控嘅要求，中國國內旅行社被要求暫停組織中國公民出境團隊遊。疫情之後，中國文化同埋旅遊部陸續公布出境旅遊國家名單，但係喺杜魯多仍然任總理期間，加拿大一直被排除喺名單之外。毛寧今日話，10月31號下晝，習近平主席喺韓國慶州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32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見加拿大總理卡尼，就進一步改善發展中加關係達成重要共識，作出戰略引領。中方願同加方一道努力，以呢一次會見為契機，恢復重啟兩國各領域嘅交流合作，推進解決彼此關切嘅具體經貿問題，推動中加關係早日回到健康、穩定、可持續嘅正確軌道，更好造福兩國人民。睇嚟中國都算幫卡尼幫到盡啦，等佢聽日喺國會可以講同中方取得到成果，話唔定日後卡尼政治形勢出現危機嘅時候，中方又會公布更加多嘅協商成果出嚟㗎啦。擁有超過45年經驗嘅怡和電業，價格同服務係信心嘅保證。列治文山分店同士嘉堡總店都7天營業，歡迎前嚟選購。對中國重新將加拿大列為旅行團嘅目的地，加東翠明假期總經理沈有波就話：2019年之前，加拿大係旅遊目的地國家，大批中國遊客嚟到。但係過去幾年，加拿大嘅政治氣候對中國同埋中國人並不友善。媒體有關中國嘅負面新聞好多，加拿大民眾對中國嘅善意同埋親近感亦都少咗好多，所以對中國遊客可能嘅增加，而家大家似乎冇太多嘅熱情。問題係而家就算包括安省同埋魁省在內嘅加東地區，旅遊景點嘅吸引力同埋競爭力都喺度下降。中國遊客嚟咗，你帶佢睇乜嘢啊？睇 CN Tower、浦東方明珠電視塔都唔差啊！睇水族館似乎又比唔上人哋長隆海洋世界喎。咁遊客仲有咩睇呢？沈有波認為
各級政府同埋機構需要考慮多舉辦一啲大型嘅活動嚟吸引遊客。2026年嘅世界盃算係一個唔錯嘅招客嘅機會，不過咁大型嘅活動仲係太少，需要多啲舉辦。有多嚟加拿大嘅遊客係帶住細佬哥嚟到加拿大考察留學前景嘅父母，但係而家加拿大政府縮減留學生數目，留學簽證好難先攞得到。呢個亦都係等嗰啲父母對加拿大係望而卻步㗎。再落嚟就係旅費嘅問題啦。沈有波認為，俄烏戰爭唔停火，加拿大航空公司嘅航班係冇辦法喺俄羅斯領空飛過嚟。咁嘅情況底下，你想加中航班數量恢復到疫情之前，呢個未免係空中樓閣啦。而家嘅機票點樣平都好，多倫多飛中國大陸來回機票1600蚊以上，2000蚊算係正常㗎啦。相比疫情之前，大約1000蚊出頭，貴咗差唔多1倍。旅費咁貴，如果加東地方又冇咩吸引人嘅地方，咁你點樣去招攬啲中國遊客呢？加拿大重新成為中國旅遊團嘅目的地，呢樣嘢對溫哥華地區嘅促進作用或者會較大，因為嗰度畢竟係離中國近一啲，航班亦都冇係咪要飛過俄羅斯領空嘅問題。其實遊客同航班嘅增加應該算係技術問題，仲係好解決一啲嘅。我係 Audi Uptown 總裁 Helen Chin Kershaw， 我哋擁有安省至大嘅華人營業團隊 ，Audi Uptown 係你嘅首選。因為喺美國播出反關稅廣告，令到美國叫停貿易談判嘅安省省長福特話，就算斬佢個頭落嚟，佢都唔會好似總理卡尼咁向特朗普道歉。佢今日話，總理卡尼喺亞洲打咗幾次電話俾佢，叫佢掹走個廣告，但係佢就回答話，佢唔會即刻做，佢要去到禮拜一先會暫停呢個廣告。卡尼早前承認，佢曾經喺呢個廣告出街之前睇過套片㗎，並且佢唔贊成呢一套片出街。福特拒絕評論呢一種你一言我一語嘅爭論。佢話兩個人對當日嘅談話內容，大家嘅記憶唔同。而家點都好，我哋應該專注談判，保障加拿大同埋安省嘅就業同埋經濟。雖然佢同卡尼嘅意見唔一樣，但係佢話兩個人嘅關係仍然好好。佢認為政府應該係堅持寧願冇協議，唔好簽壞協議嘅原則嚟保障加拿大嘅利益。福特講到好似有啲似以前中國講嘅寧願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糧咁樣。福特話佢永遠唔會向特朗普道歉，就算拉佢去斬頭佢都唔會。對卡尼嘅道歉，佢話佢唔會嬲，因為佢完全理解卡尼所處嘅處境。總理係試圖同特朗普溝通，但係特朗普就想俾一個好差嘅交易我哋，就好似俾佢英國嗰個一樣。喺佢睇上嚟，特朗普比日本嗰個交易就仲差，直情就係揾我哋笨嘅。福特話：我一直都講冇協議總比一個差嘅協議好。特朗普總統就係想俾一個揾笨嘅協議俾我哋要用唔同嘅方法去應付佢㗎。長城拍賣評估行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可以委託拍賣、寄售、現金收購，亦都可以上門洽談。電話查詢647-533-3888或者416-495-6888，或者上 Google 搜索多倫多長城拍賣行。兩名年過70嘅華裔男長者喺一間麥當勞嘅停車場發生衝突，警方接報到場之後，兩名男子都拒絕去醫院就醫，亦都唔肯進一步同警方接觸。警方認為件事已經平息之後就離開，但係2個小時之後，其中一個人出現咗緊急情況，送去醫院之後就死咗。同佢發生衝突嘅另一個華裔長者而家被控過失殺人，以3000蚊保釋候審。案發於10月21日下晝2點15分，地點係卡加里西北面嘅一間麥當勞嘅停車場。死者係76歲嘅劉國良，佢喺送院2日之後死亡。而同佢發生衝突嘅79歲男子阮超文事後被捕，最初被控嚴重傷人罪，而家控罪升級為過失殺人。上個禮拜4，阮超文喺法庭過堂之後獲准保釋，但需遵守多項嚴格條件，其中包括不得與死者家屬接觸。
阮超文嘅律師斯魯卡爾同埋檢控官多蘭已經達成咗協議，允許被告喺候審期間獲釋返家，但係需要遵守包括禁止同死者家屬接觸嘅條件。其他保釋條件包括夜間宵禁、不得飲酒或者服用違禁物品、不得進入任何賭場等。而被告亦要交出所有嘅護照同埋必須留喺亞省。此外，被告嘅兒子要作為佢嘅保證人，並且承諾如果阮超文違反保釋條件，就要承擔3000蚊嘅保釋責任。我係亞佳淨水 Michael Chiu， 飲用清潔水可以加速身體嘅新陳代謝，排除毒素。記得飲足夠同乾淨嘅水，首選一定係亞佳淨水。路透社獲得嘅政府數據顯示，隨住加拿大持續收緊國際學生政策，嚟自印度嘅學生簽證申請者受到嘅影響尤為明顯。曾經深受印度學生喜愛嘅留學地加拿大，而家要嚟困難重重。數據顯示，2025年8月申請就讀加拿大大專院校嘅印度學生中，有74%嘅申請遭拒。而喺2023年8月，拒簽率僅為32%。同一時期，加拿大整體學簽拒簽率係40%，中國申請者嘅拒簽率則為24%。印度申請者嘅總人數亦都出現斷崖式下跌，從2023年8月嘅20,900人驟降至2025年8月嘅4,515人。印度係過去10年嚟加拿大最大嘅國際學生來源國，但喺2025年8月，佢嘅拒簽率成為所有獲批人數超過1000嘅國家中嘅最高。加拿大移民部表示，2023年當局曾經發現近1550宗涉及偽造錄取信嘅學簽申請，其中大部分嚟自印度。舊年經過強化審查系統之後，移民部喺所有申請者中共識別出超過14000份疑似偽造嘅錄取信。加拿大同時提高咗國際學生嘅財力要求，並實施更加嚴格嘅真實性驗證。印度駐渥太華大使館表示，已經關注到印度學生學簽被拒嘅情況，但強調學簽發放權喺加拿大一方。聲明指出，印度學生係全球最優秀嘅學生群體之一，加拿大院校過去亦都從佢哋嘅才華同學術表現中獲益良多。多倫多公校教育局 TDSB 已經推遲專業課程申請截止日期。之前教育局突然將錄取流程從抽籤制改為擇優錄取制。TDSB 網站顯示，依家申請可以喺11月24日至12月12日中午之間提交，給予學生同埋家長更充裕時間。申請期原定喺11月10日開始，為期3週。有家長話，考慮到需要準備作品集同埋面試影片，呢個時間表令家長幾乎冇時間嚟準備申請。TDSB 發言人柏德話，申請期限已經調整，以給予學生更多時間規劃同準備申請所需元素，例如製作作品集同影片，以及親自展示知識同技能。喺上個月發布俾家長一封信裏邊，TDSB 宣布將根據教育廳長任命 TDSB 監督員指示，從抽籤制度轉換擇優制度。呢啲專門課程涵蓋藝術、數學、科學同技術、領導力等領域，喺 TDSB 轄下多所小學同中學均有提供。教育局話，小學生申請者將根據提交作品集或者試鏡影片進行評估後錄取，中學生則需達到成績單基準。信裏邊話，申請者將根據整體申請分數排序，呢啲分數結合同埋佢選擇課程相關特定成績單分數，以及經評估嘅知識同技能展示。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係攝氏5度，聽日最高氣溫會去到攝氏12度。大多倫多地區油價聽日冇升跌，維持喺每公升135.9仙。內地出入境管理局公布一系列涉及港澳嘅人才簽注及出入境新措施，其中刷臉智能通關將喺深圳皇崗、羅湖、蓮塘、福田、文錦渡、珠海橫琴、港珠澳大橋等口岸推廣應用。
240小時過境免簽政策適用入境口岸，亦都將涵蓋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等口岸。刷面智能通關適用者包括年滿14歲以上、持有效往來港澳通行證同多次有效逗留、探親、商務、人才、其他類赴港澳簽注嘅內地居民，以及持有效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嘅港澳居民，且同意採集面霜、指紋等信息用於出入境邊防檢查者。另外，自本月20號起，內地居民持探親簽注往來香港、澳門探親，可於逗留期屆滿前唔少於7個工作日，分別通過香港中旅集團、澳門中國旅行社提交續辦同類探親簽注嘅申請。巴黎奧運女子個人重劍金牌得主、現為馬會對外事務助理經理嘅江文慧，今午報名參選立法會旅遊界功能界別議席，並表示已申請放棄加拿大國籍。據稱，佢於2歲時隨家人移民加拿大，6歲時回流香港，故擁有加拿大國籍。現任旅遊界議員姚柏良將轉跑道參選選委界，同樣會於今日報名。據了解，江文慧喺功能界組取得10幾個提名，包括富豪、美麗華、粵海。選委提名則有姚作、徐美雲。江文慧話，被問到佢以往嘅工作同旅遊界關係較少。江文慧話，作為運動員，時常到世界各地比賽，當地人會問佢嚟自何處，佢亦都會向佢哋介紹香港，同埋邀請佢哋到訪。佢又話，認為體育精神適用於所有界別。佢話初心一直係服務香港，回歸社會，從來無意參與直選。至於喺馬會嘅工作，佢話正放無薪假。江文慧今午宣布競逐旅遊界功能界別議席，獲信同埋集團主席黃永光、嘉里建設主席兼行政總裁郭孔華、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譚光順等人站台。馬會早前表示，江文慧琴起暫停馬會所有職務，而馬會唔會以任何形式參與員工嘅選舉工程。同時參選旅遊界者，亦包括香港文化體育旅遊協會副主席馬雪超。首歌係關於講 DNA 基因呢樣嘢啦，咁導演就覺得我哋 Mirror 係嚟自全民造星呢個節目。導演構思嘅時候咧，就諗起電視除咗節目之外，哇，其實原來有好多經典嘅廣告噶喎。咁所以我哋就去演繹呢啲廣告俾大家有個集體回憶啦。喺 Lockman 嘅 DNA 入邊最重要嘅，我覺得係投入啊，因為我覺得做所有事情，只要你投入咧，佢唔會好好咧，都一定會合格有突嘅。我個 DNA 入邊一定係有衝動呢個字，我覺得，即係佢係有好有唔好嘅，即係你可以好衝動去做一件事，做一件正確嘅事，有時都好可能好衝動咁去做一件唔正確嘅事。但係呢個衝動就係我咯，我亦都會消化自己嘅一啲衝動同自己溝通，所以我都有嘗試去改呢個問題，但係有改善到啲，但係都冇改善到好多，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唱伴我嘅一個 DNA。我覺得喺虎仔嘅 DNA 裏邊貪玩係好緊要嘅，因為我覺得我哋由 Day One 接觸我哋中意嘅嘢，跳舞啊、唱歌又好啊，或者參加全民造星，其實都可能係因為一個玩字，而只不過我哋好認真咁去玩，入咗行啦，跟住然後要面對好多唔同表演啦，跟住。